誰能想到，一個在加拿大住着溫哥華豪宅，開着頂級名車，天天在社群軟體上大談佛法、環保還有愛心的小清新歌手，他身上穿的每一件高定禮服，手裏彈的每一台百萬鋼琴，背後竟然全都是沾滿鮮血的骨灰。你可能聽過他的成名曲《我的歌聲裏》，但你絕對不知道，這首歌的每一個音符，其實都是由566個東北下崗工人，在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裏，活活凍死，甚至絕望到自殺的血淚哀鳴所編織而成的。這不是驚悚小說的橋段，這是發生在我們現實世界裏最讓人髮指、最震撼的貪腐黑幕。今天我們要聊的，就是曲婉婷和她那位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母親張明傑。這對母女聯手演繹了一場什麼叫做母愛如山，但這座山是人骨堆出來的現代諷刺劇。張明傑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價值23億人民幣的國有土地當成垃圾賤賣，甚至連政府發給底層工人的3億5千萬台幣安置費也一滴不漏地全部吞掉。而這一切的瘋狂斂財，目的竟然只是為了給他的寶貝女兒曲婉婷量身打造一個無憂無慮的黑金造星計劃。當曲婉婷在國外接受着最頂級的音樂教育，跟溫哥華市長談着高調的戀愛，甚至在演唱會上光鮮亮麗地裝模作樣時，那些被他母親奪走最後一絲生存希望的下崗工人們，正一家老小擠在沒有暖氣、連一件棉襖都買不起的破爛平房裏，看着窗外零下30度的暴風雪等死。今天這支影片，我們就要徹底撕開這對吸血鬼母女的偽善面具，帶大家看看這個耗資數億、用無數人命填出來的黑金造星計劃背後究竟隱藏了多麼令人作嘔的完整內幕。要了解這場長達10幾年的荒謬大戲，我們得先把時間推回大約20年前。當時在中國黑龍江的哈爾濱市，有一家叫做原種繁殖場的國有企業。這家企業雖然名字聽起來很傳統，但他手裏握着一塊肥到流油的資產，那就是佔地高達50多萬平方公尺的土地。在那個城市大開發的年代，這塊地如果按照正常的市場價格估算，至少價值23億人民幣，換算成台幣那是破8億的驚人天文數字。而這個時候，曲婉婷的母親張明傑正好擔任哈爾濱市道旅區的副區長，主管改制的他手上握有絕對的生殺大權。看着這塊肥肉，張明傑的眼裏沒有那些為國家奉獻了一輩子的老工人，只有滿滿的鈔票符號。他開始動用各種關係和手段，玩弄了一手堪稱教科書等級的左手傳右手空手套白狼。張明傑先是利用職務之便，故意隱瞞這塊土地的使用權可以公開拍賣的事實，然後串通了一家背景極其神秘的民營企業，叫做東江科技公司。在張明傑的操縱下，這塊價值23億的國有資產，竟然被評估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最後以僅僅6160萬人民幣的超低賤價，直接打包賣給了東江科技。這就好像是一棟價值1億元的台北信義區豪宅，你用200萬台幣就把它給賤賣了一樣荒謬。但更精彩的還在後面。這家東江科技公司根本就是個沒有任何開發能力的空殼子。他們買下土地後，馬上把土地使用權轉讓給了另一家地產公司。而這家地產公司的副總經理是誰呢？竟然就是張明傑的親哥哥張明哲，而張明傑自己的親兒子也在裏面任職。這不叫利益輸送，什麼才叫利益輸送？這等於是張明傑用國家的資源，幫自己加開了一家穩賺不賠的印鈔機。如果事情只是單純的貪污賤賣國土，那可能還只是無數貪腐案件中的其中一件。但張明傑最讓人齒冷、最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他對待那群底層工人的冷血與殘忍。當原種繁殖場被賤賣改制之後，這意味着廠裏原有的566名工人，在一夜之間全部失去了工作，也就是所謂的下崗。這些工人一輩子都奉獻給了這個工廠，他們沒有別的謀生技能，很多人甚至已經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紀。按照當時的政策，政府其實撥款了一筆高達6000多萬人民幣，折合台幣大約3億5千萬元的安置補償費。
這筆錢是做什麼用的？這是這566個家庭的救命錢，是用來發放遣散費、繳納醫療保險，讓他們在失業後還能有口飯吃、有藥可醫的底線。然而，這筆高達3億5千萬台幣的救命錢，落到張明傑手裏之後，竟然像蒸汽一樣憑空消失了。張明傑利用主管審批的權力，直接把這筆錢扣押了下來，然後透過各種洗錢管道，全部放進了自己的口袋。你知道這對那些工人意味着什麼嗎？那是在東北的哈爾濱，冬天的氣溫動不動就來到-30度，甚至-40度。在這種極度寒冷的天氣裏，如果沒有暖氣，室內和室外根本沒有差別，水潑到地上3秒鐘就會結冰。而因為張明傑吞了這筆錢，工廠的宿舍區直接被斷水、斷電、斷暖氣。566個家庭，幾千口人，就這樣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被拋棄在了解凍的冰窖裏。他們沒有工作，沒有收入，連1毛錢的遣散費都拿不到，甚至因為醫療保險被斷繳，生病了只能在家裏等死。當時的慘狀，根據後來生還工人的回憶，簡直就是人間地獄。因為買不起煤炭燒火取暖，全家人只能穿着全部的棉襖，擠在一張床上，靠着彼此的體溫硬撐。小孩子凍得耳朵，手指全部長滿凍瘡，潰爛流膿。老人因為熬不住低溫，一個接一個在睡夢中被活活凍死。到了吃飯時間，很多家庭連一斤最便宜的白菜都買不起，只能去菜市場撿人家扔掉的爛菜葉。在最絕望的時候，有一位老工人因為患了重病，家裏連買一盒幾塊錢人民幣感冒藥的錢都沒有。看着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挨凍受餓，這位尊嚴散盡的老父親，在一個風雪交加的深夜，選擇在自家那間冰冷刺骨的屋子裏上吊自殺了。他用這種最慘烈的方式，幫家裏省下口糧，也結束了自己被權貴剝削乾淨的一生。這不是個案。在這段期間，因為拿不到安置費，熬不過寒冬而選擇走上絕路的工人不止一個。這566個工人的背後，是多少個支離破碎的家庭，是多少條人命和無盡的血淚？但這一切在張明傑眼裏，不過就是一串冷冰冰的數字，甚至連數字都算不上。因為此時的他正沈浸在巨大的喜悅中，他用這些工人的血肉灌溉出了他最該傲的成果，他的寶貝女兒曲婉婷。當哈爾濱的工人們在-30度的寒冬裏瑟瑟發抖，為了一口飯苦苦掙扎的時候，曲婉婷在做什麼呢？早在2000年的時候，也就是曲婉婷大約16、17歲的時候，張明傑就已經大手一揮，把女兒送到了加拿大溫哥華留學。你要知道，在那個年代，普通中國工人的工資一個月可能只有幾百塊人民幣，連吃飽飯都要精打細算。而曲婉婷在加拿大讀的是什麼學校？她就讀的是當地的頂級貴族學校，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動輒就要幾十萬、上百萬台幣。曲婉婷在國外的生活只能用驕奢淫逸這4個字來形容。她住在溫哥華的高級富人區豪宅裏，進出都有名車代步，全身上下都是動輒幾十萬的名牌包與高級訂製服。他甚至在社交平台上炫耀自己買的高昂音樂設備、頂級手工鋼琴。當有人問他為什麼可以過得這麼無憂無慮時，曲婉婷還非常自豪地說，是因為他有一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母親，給了他全方位的支持。確實是全方位的支持，只是這個支持的代價是無數家庭的家破人亡。張明傑對曲婉婷的溺愛已經到了一種近乎病態的程度。曲婉婷長大後說自己不想學商科，想要追求夢想，想要玩音樂。在國外玩音樂那可是個無底洞，需要大量的資金去集知名度，去請樂隊，去租錄音室。普通家庭那裏燒得起這種錢？但張明傑眉毛都不皺一下，源源不絕地把從國內貪污來的贓款一筆又一筆地匯往加拿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黑金造星計劃。曲婉婷在音樂圈的每一步，
都是用真金白銀砸出來的。他要開演唱會，張明傑就動用自己在國內的關係，要求各家企業去買單，甚至直接用公款把演唱會的門票全部買光，製造出女兒座無虛席、大受歡迎的虛假票房神話。曲婉婷要發行專輯，背後也是大筆來路不明的資金在幫他做宣傳、買榜、打廣告。在這種用金錢瘋狂砸出來的資源下，2012年，曲婉婷終於憑藉着一首《我的歌聲裏》一炮而紅。這首歌傳唱大街小巷，她甚至登上了央視春晚的舞台，一時間風頭無兩，成了無數年輕人心目中的創作才女、勵志偶像。當曲婉婷站在高高的舞台上，閉着眼睛，心情款款地唱着你存在我深深的腦海裏的時候，她有沒有想過，那些因為她母親而死去的工人們，也永遠存在於哈爾濱那片冰冷的土地下？她用來彈奏動人旋律的雙手，其實沾滿了幾百個家庭的骨血。天網恢恢，疏而不漏。2014年，這場荒謬的吸血盛宴終於踢到了鐵板。隨着中國反腐力度的加大，張明傑的惡行再也藏不住了。2014年9月，張明傑因涉嫌貪污、受賄以及濫用職權，被紀檢部門正式逮捕，投入大牢。這個消息一出來，當年那些活下來的原種繁殖場工人們，簡直是抱頭痛哭，放鞭炮慶祝。大家都以為正義終於來了，那些被吞掉的血汗錢終於可以拿回來了。惡人終於要得到應有的報答了。然而，讓人沒想到的是，這場審判最讓人震驚和憤怒的部分才剛剛開始。而這個主角變成了身在加拿大的曲婉婷。當母親張明傑被捕的消息傳到加拿大後，曲婉婷是怎麼做的？她有沒有立刻回國配合調查？她有沒有想過把手裏的豪宅、名車賣掉？把貪污的贓款退還給國家，退還給那些可憐的工人，好幫自己的母親減輕罪刑？答案是完全沒有。曲婉婷不僅拒絕回國，反而死死地守着那些轉移到國外的記憶資產，繼續在溫哥華過着她神仙般的生活。更讓人作嘔的是，她開始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上演一出雲孝女的年度大戲。每隔一段時間，尤其是到了清明節、中秋節或者是案件開庭的時候，曲婉婷就會在網路上發文，配上一張自己化着精緻妝容、神情憂傷的照片，寫着媽媽，我想你，我相信法律會給你一個公正的判決，或者說我每天都在為媽媽祈禱，媽媽是我的英雄。這種不要臉的行為，直接點燃了全網的怒火。網友們紛紛在他的留言區痛罵，你在國外揮霍的每一分錢都是東北工人的保命錢，你媽是你的英雄，卻是566個家庭的惡魔。但曲婉婷似乎心理素質極其強大，她不僅不反省，反而還跟網友對槍。她甚至在一次接受國外媒體採訪時，公開表示，我母親是一個勤奮的人，她給了我最好的生活，不管她是用什麼方式得到的。這句話一出來，簡直是刷新了人類道德的下限。什麼叫不管用什麼方式得到？為了你的奢侈生活，別人的命就不是命嗎？最諷刺的是，曲婉婷在母親坐牢期間，生活過得比誰都精彩。她不僅沒有低調度日，反而跟當時的溫哥華市長羅品遜談起了高調的戀愛。兩人在各種公開場合摟摟抱抱，出雙入對，一起去海灘度假，一起出席高檔晚宴。當他的母親在看守所裏穿着囚服，面對漫長的審訊時，曲婉婷正在加拿大的陽光沙灘下，享受着香檳與愛情的滋潤。司法機關對張明傑的審判過程非常漫長，因為涉案金額實在太巨大，而且張明傑在庭審過程中態度極其惡劣。他仗着自己的女兒已經把資產全部轉移到了國外，全盤否認自己的罪行，甚至在面對那些死硬的證據時，依然閉口不談贓款的去向。為什麼？因為他知道，只要他把罪名一個人扛下來，只要他死不吐出錢來，
他那在國外的女兒就能一輩子享受榮華富貴。這就是他對女兒扭曲到極點的母愛。在2016年一審開庭時，檢方鑑於張明傑貪污金額特別巨大，且佢不認罪、拒不退贓，情節極其惡劣，直接當庭建議判處死刑。當這個消息傳到國外，我們的雲孝女曲婉婷終於慌了，但她慌張的方式不是回國認罪，而是在網路上發行了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最好的安排》。她在歌裏唱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試圖用音樂來把自己包裝成一個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在國際上博取同情。這種把嚴肅的法律制裁娛樂化、政治化的手段，簡直讓人見識到了什麼叫做真正的精緻利己主義。這場正義與邪惡的拉鋸戰一直持續到了2021年11月，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審判決，張明傑因受賄罪、濫用職權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雖然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判處死刑，但無期徒刑意味着張明傑這輩子都別想再走出那扇冰冷的鐵門。他用盡心機，不惜害死無數人換來的財富，最終換來的是後半生在監獄裏的無盡懺悔。那麼，張明傑被判無期徒刑後，這件事情就結束了嗎？並沒有。在張明傑被判刑後，曲婉婷依然留在加拿大。他偶爾還是會發文想念媽媽，依然不肯退還1分錢的贓款。直到2023年，法院依法強制執行，把曲婉婷名下位於哈爾濱的2套高檔公寓進行了公開拍賣，這才勉強追回了一小部分款項。但這點錢，相比於被他們母女揮霍掉的10幾億國有資產和幾億的工人安置費，簡直是九牛一毛。回顧整起事件，這絕對是近年來最讓人痛心，也最讓人憤怒的貪腐案件。張明傑的罪不只是貪污了國家的錢，更是泯滅了人性，為了一己之私，把566個家庭推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而曲婉婷的罪，則是踩在這些受害者的屍骨上，一邊享受着黑金帶來的榮華富貴，一邊在國際上販賣着他的溫柔與善良。這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壞人的猖狂，而是壞人在喝乾了別人的血之後，還要抹抹嘴，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告訴大家：我很無辜，我很善良。曲婉婷的黑金造星計劃雖然成功讓她紅極一時，但她也永遠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只要我的歌聲裏這首旋律響起，大家想到的不再是愛情的甜蜜，而是那群在零下30度寒冬裏流着血淚無助死去的東北下崗工人。正義雖然有時候會遲到，但絕對不會缺席。張明傑將在牢獄中度過餘生，而曲婉婷雖然暫時躲在國外，但她這輩子都將背負着吸血鬼之女的罵名，永遠無法抬頭挺胸地做人。看完這段令人震撼的黑金內幕，你是不是也跟小編一樣，對這對母女的所作所為感到無比的憤怒與齒冷？權力的腐敗不可怕，可怕的是對生命的漠視。如果你也支持繼續追討贓款，支持讓正義得到徹底的伸張，請一定要幫這支影片按讚、訂閱並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看到這個隱藏在光鮮亮麗外表下的黑暗真相。你對曲婉婷至今不肯回國退贓的行為有什麼看法？歡迎在下方評論區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記得開啟小鈴，才不會錯過更多精彩的深度八卦內幕爆料。我們下次見。